昨日寿星辰对子一曲，今朝粉丝导致儿子怒，让我不想虎门瓦高。那个你的天津啊，你的公子啊，帅哥美女玩，你让我到这个姿态啊！别破内外人的，你不是一本正经来出镜的嘛哈，还是要偷他呢？感觉见到你本人还好吗？上个世纪还好，你要是觉得我是这个3头6臂的，靠谱得不得了的。哎，你到儿子哪漂亮个？小高高，有个儿子读不得嘞。怎么我囡也没读过？到2年才有福气的啊！那个头发还在这里，你还才通起来呢。我看见是忘了温度升高10了。而且上辈子的哈，你为了天热是面孔还会烫上去哇。哎，那比视频上像胖哇。那是肯定的，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个希望能拿回不来了家哦。好的，我的小馄饨呢，都已经按上次量称出来。上上分数，那个没吃一个，那样样内容。我好像馄饨还拍出精彩来。我好像现在就陷入一个怪圈里面，知道吗？你说自己老公走了，谁不想？你有的时候一发，然后别人就会说你又来博同情啊，又在博流量啊。我有点不是来拍你阿公嘛，还有人讲的，多你个种子也拍出来了，为这流量，我才拍，我天天拍，侬一直讲我才拍，关个屁啊！等到一看别过脑袋，自媒体，你觉得拍摄都不来行嘞？今天我跟你提个意见啊，可能生意太忙了，馄饨都没熟，看上去下趟不能来着。尤其是8日，真的不能来。你要是养子3日了，怕的吧？哎，这个人怕了不怕他吃不得高，其实是压力肥。太奇怪，你们可不可以看 ？Hello， 你是认得你，不是认得我。对，始作俑人。空欢喜了，喝什么？讲不要客气啊，马上举个里向地啊。西瓜、柠檬、白玉、桂花、米露，满杯江南。你教材几辰光好出来？我礼拜一去看科目4。等你教材好出来之，可是开车去不像一的。你看，你带上我。但我是很简单的人啊。他简单哪个大高高？不是，就是像你以前跟他们那些搞的那种，我不喜欢的。你不人家看见，分科技，根本还重啊！不是眼睛为这个事，千万不能相信。那一种才是淡定大师。经常现在你晓得，甚至有个介绍个军哦，你都是到了视频就讲哦，几分打了7个一顿饭，2分打了8个一个水。我打了人家不认得个，甚至还能把他知道你觉得我哪一个人，蛮好的。哎，那么不是跟孩子们谢谢各位，你来哪漂亮的啊？小迷弟啊，白玉桂花奶茶。哎，白玉桂花奶茶，你这上次人不能讲嘛这些话吧？你讲说对话，听见啊？你都盯来我看着啥？听不懂。你不要剪进去啊！哎，你讲呢？千万不能剪进去的。哎，那时候真的我都想死，伟大的威胁我，钞票价。哎，对，钞票价。哎呀，我已经把那家人，那么搿点人打个电话来，我从来不睬的。我个视频是3日2日把人家对上的，对一年搿20个钟头吃就得了，搿20个钟头也看见个人来，看见这一个屁用。对搿种人侪有因果2个字，你要好我，你轻生啊，你会死啊？我没有想。哦，你想。然后我在抖音上发了一条，后来警察来找我了，那个嘛就说我是博流量的。你是要博流量，必须豁得出去，一分身晒光，断腿只脚，断腿只手也没用的。那我豁出去，我没东西豁呀，所以你分豁呀。你刚才当我一来拍视频是吧？你讲这样不要拍，那样不要拍，你讲的一多，你个流量一低。你去看看饭店上个人，你比我还好弄出去才对了，我弄得好点去，我违法还意思了。真的蛮佩服。那个人说明你面皮不够烂，我等讲做自媒体，心里一定要强的，一强到的你自家不敢相信。